鹹伯最新消息啊！我而家仲喺灣仔法院啱啱先出嚟嚇。法官就講咧，因為今日鹹伯咧冇律師代表啦，亦都因為身體狀況出唔到庭，同埋琴日收到醫管局嘅鹹伯嘅嗰個病歷啦嚇，佢話唔方便透露。見阿伯病得咁重啦，都同情阿伯嘅，所以就量刑為3個月嚇。同埋因為阿伯而家仲病緊啦嚇，所以減多1/3，2個月。佢已經從今年5月幾嗰時已經入咗去啦，就7月出嚟抌翻去社區嗰度。我哋個個 KOI 個網台都覺得點解阿伯可以判得咁輕呢？雙人17判得2個月，咁快就出翻嚟㗎啦，隨時可以出翻嚟㗎啦嚇。可能咧都驚阿伯瓜老襯喺入邊啦嚇，死咗喺入邊，所以就盡快俾佢出翻嚟咯。就等出年判河馬，睇下出年點樣判河馬啦嚇。各位想河馬判幾耐咧？喺評論區度留下。我而家就開直播，隨時入嚟。